机车伊拢是台湾上济交通工具，其中这几年来，重型机车数量嘛愈来愈多。三洋雅马哈为了服务台南的车主，特别伫小东路开了一间全新的重型机车旗舰店。1月3号上午正式剪彩启用。店内当中，总经理小川真司嘛亲自到场，场面闹热滚滚。重型机车这几年伫台湾是愈来愈流行。业者看准台南的商机，特别伫东区甲永康区的交界小东路顶，开设了一间全新的重机旗舰店。店内展示了上新的重机车款，同时也佫有丰富的原厂配件，要予台南的车友上悬规格的享受。23号上午，伫总经理小川真司的见证之下，正式剪彩启用。台湾雅马哈の小川です。那这一次我们的YMS 店是以销售重型机车为主，因为雅马哈在欧美日等地的重机非常受到欢迎，特别是在欧洲，也就是小川总经理的前一个工作地点呢，会透过不管是赛车或是各种不一样的产品来丰富顾客的生活形态。因此，接下来在台湾地区呢，我们也会为了更符合台湾人的生活形态，我们特别有优秀的年轻的老板，透过他比较好的敏感度来提供台湾的车友更多具有乐趣的服务。我们在这个店里面可以展现出很多的这些新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形态。那我们提供有很多的新的那些骑乘的那种快感，骑乘的那种舒适感，还有让我们的顾客呢能够在我们的店里面呢都能够得到非常多的情报的回馈，还有呢在这边呢可以做很多互相这个沟通的一个机会。为了这届的开幕，店经理嘛特别甲伊的美女看手做伙去宣传影片，影片当中嘛提供了车主一私房的景点，要让车友会使更加了解台南。同时，伊嘛希望无分男女老幼，都会使享受到重机的乐趣。我们希望说，不管在任何的年龄层，或者是男性、女性，其实他们都可以接触到重机，甚至就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一个工具这样子。对，那其实台南有很多的释放经历，我们之后也会提供比较多元的，对，类似像这一种，对，然后跟顾客有多一点的互动。店经理表示，未来东大屿店嘛会继续提供国内外重机甲车友活动的资讯。现在入驻重机的门槛嘛愈来愈低，已经唔免甲过去同款爱上百万才买会到。如果想要看车的民众嘛会使到这间全新的店家看卖。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